2024年台湾人工智慧年会已开幕，副总统萧美琴致辞时讲，即马全世界正在进行一场 AI 革命，台湾要运用 AI 力量，行伫咧正确的道路。2024年台湾人工智慧年会启动，今年主题是百工百业用 AI。副总统萧美琴受邀请出席开幕致辞，讲到家己对 AI 非常好奇，希望找时间家己来去上 AI 的课。在 AI 问世以来，我一直都充满着好奇心，也曾经尝试利用 AI 来帮我自己提升工作效能，例如说帮我准备我的讲稿，但是 AI 所生产的讲稿我没有一篇满意的，所以还要花更多时间去改。表示我 AI 的功力还不够。萧美琴形容讲，全世界当在经历一场 AI 革命，台湾的商办伫政府协同产学研究，各界做伙对着时代，然后国家整体经济发展的策略，就是希望百工百业都会当共同平均成长。因咱的年会当中也探讨讲，安怎透过 AI 技术推动各产业的数位转型、甲创新升级。新的潮流新的挑战。从另外一个角度看，也是新的机会。如果你想维持繁荣你就必须要创造条件，把自己持续的留在这个创新的领先群之中。何小董事长董祖贤发声讲，台湾产业应该把握 AI 技术带来的机会，进一步强化全球供应链当中的领先地位。亲像是 IC 设计大厂联发科推出生成式 AI 服务平台，搁在整合动画公司合作的虚拟人物，创建智能助理。零售或者是说展场需要实体场域，需要有相对多一点互动的地方，都蛮适合的。跟我介绍联发科的大语言模型。当然可以，我们的联发科部主要展示了4大区域。AI 虚拟人部署到各型装置设备当中，就会当甲使用者互动解答，更较快速收集相关的数据，然后对欠工的劳动市场定就是真大的帮助。记者综合报道。